外千工人对月探车，像风起单纯花到，叶落连波后，一滴泪吞落后，讲伤心也太渺小，英雄愿踮你人后，为情苦恼。白日千工路就饮调，像风落想死掉。因命爱无光，分渺渺，心了水飘飘。水到千工路竟变调，含月夜里分毫，离愁剪袂掉，藏心头，手搁念条条。月圆圆，挂千工人对月探车，像风起单纯花到，叶落连波后，一滴泪吞落后，讲伤心也太渺小，英雄愿踮你人后，为情苦恼。白日千工路就饮调，像风落想死掉。因命月无光，分渺渺，心也水飘飘。水到千工路竟变调，含月夜里分毫。离愁剪袂掉，藏心头，手搁念条条。白日千工路就饮调，像风落想死掉。今夜月无光，分渺渺，心也水飘飘。水到千工路竟变调，含月夜里分毫，离愁剪袂掉，藏心头，手搁念条条。月圆圆，挂千工人对月探车，像风起单纯花到，叶落连波后，一滴泪吞落后，讲伤心也太渺小，英雄愿踮你人后，为情苦恼。白日千工路就饮调，像风落想死掉。因命月无光，分渺渺，心了水飘飘。水到千工路竟
大家 link。月圆圆，挂千工嘛，对月探车，秋风起，等春花到，叶落连波后，一滴泪吞落后，讲伤心也太渺小，英雄关点伊人后，为情苦恼。大日天公路，就阴条，秋风落相思条，阴夜月无光，风渺渺，心也水飘飘，水到天公路，求远条，含袂也未分好，离愁剪袂掉，藏心头，手搁念条条。大日天路，就阴条，秋风落相思条，今夜月无光，风渺渺，心也水飘飘。水到天公路，求安条，含袂也未分好，离愁剪袂掉，藏心头，手搁念条尴尬哦。之前有讲过，我有搁一滴滴啊啦吼，德鲁古、泰鲁格，我其实拢袂记了了，但是我一直会记得一个词，我到即嘛搁会记，叫做斗略，斗略就是目睭。为什么我会记牢呢？因为我当阵伫咧网络顶吼，有伫咧 YouTube 看一个查某囡仔吼，伊用德鲁古介绍要哪伪装安尼吼，用泰鲁格语介绍讲要哪伪装。当然伊捌的迄个词类诚有限啦吼，哪讲哪用，有时用插华语，有时会用迄个德鲁古伊发即个音的时候，我感觉足水的吼。斗略，当然我无法度发伊迄个音遮尔水啦吼，因为伊迄个即个打舌音哦，就是迄喙齿啊滴滴滴个吼，迄我无法度，迄若敢若有听诶，若敢若鸟仔咧叫吼，迄西班牙语嘛有吼，迄我无法度吼。你若喙齿有法度安尼遮尔活吼，你发咧斗略足好听吼。我迄当，所以我一直到即嘛阁会记得即个词。本来想要找互大家看啦，不过令你早出来无，因为还袂找着。好，咱来看哦，我为虾米要讲这呢？其实，就是我要讲吼，每一个语言其实拢有为优美的所在吼，所以毋通讲台语上优美啊，其实拢逐个项语言拢相款吼，莫看袂起任何语言吼。顶回读到遮吼。那咱来开始吼，我袂记咧写即个画面，等下。OSB， 好，安尼画面出去啊。今仔继续读教会公布第4期，这应该是第4页啦吼，第4页对。伊的耶稣是2节吼，因为伊对第1期开始应到即嘛，耶稣拢连落来。好，第4期第4页倒手评遮，咱顶回就昨看到
中即只吼，就是你若遮看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吼，第三段煞讲耶稣死，原因是因为迄缘故是因为伊的心逼迫吼，毋是其他人迄种回流尽吼，迄种死法吼。好，咱继续看来后一段。伫诗篇26章16节甲18节，应该是可能是安尼。有讲，歹人攻打我，伤害我的骹手，分我外面的衫，黏扣我内面的衫。哇，即种讲法，OK， 我继续读来吼。诗篇69章21节有讲：我爱要食，人用胆互我食，我真喙焦，人用醋互我啉。OK， 这是诗篇内底的经文啦吼。啊，为虾米伊去抓即个经文？抓伫咱中文有讲吼，抓就是摘要迄个摘吼，头先抓我毋知我发音对无吼，应该是抓啦吼。哇！但你读书典速度足慢的吼。我即摆咧看即个书典顶头迄个抓哩，应该是抓第四声啦吼。吼，抓吼，就是定位是讲抓戏出吼。为虾米？我即要讲是为虾米伊即只迄个抓出圣经内底诗篇的经文吼？诗篇是伫旧约吼，啊，伊就是要印证，伊主要目的就是要印证讲，伫新约时代发生的代志，伫咧旧约顶头都已经写甲足清楚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伫遮诗篇，咱个来看者吼，诗篇22章16节到18节有讲，歹人攻打我，伤害我的骹手，吼，即就是意思就是讲啊，这是你参与就对啦吼，参与就是预言吼，讲耶稣基督迄当阵是骹手去用钉的迄个十字架嘛吼，所以讲伤害我的骹手。啊，分我外面的衫，黏扣我内面的衫，吼，分我内面的衫当然理解啦吼。我内面的衫嘛，去用黏扣去分掉啦吼。伊即黏扣是，伊即只算甲一寡，应该是规句完整是讲黏扣来分我的衫，吼，黏扣来分我内面的衫，吼。啊，但是伊甲省掉就是讲，外口就已经讲啊，头前就讲分我外面的衫，后壁讲黏扣我内面的衫吼。这是诗篇内底22章16节到18节所讲的。啊，拄好就是迄当阵耶稣去用钉十字架时，伊的衫，敢若衫是爱脱起来啦吼。啊，伊外面的衫就一寡兵就甲分去嘛，摕去分。啊，内面的衫。原来有人黏扣甲分掉了，对啦吼。这是新约圣经内底记载。好，诗篇第69章21节嘛有讲吼，跟你相款吼，伊要讲印证讲，这伫咧旧约时代所写的即个经文，都已经是参与到迄个新约时代的代志吼。参与咱早一个吼 ，CHHAN 第三声。我用Wildcard吼，参与吼，大家大书店收的腔口是参与啦吼，参与就是 prophet 预言吼，预言啦吼。我看一下日本版的日本语的版本是安怎写？参与。
参与，但是即只是即是高一个参字吼，等来看高一个参字。我咧找参与，参与伫遮吼，伊嘛是日本的解说嘛是有言尔啦吼。高一个参字哦，高一个参字伊嘛有，咱来看高一个参字。参与、参会、参着，参着就是有言去讲足准的，拄好去讲着安尼啦吼，参着吼。我毋捌安尼用过，但是会使安尼用就对啦吼，参着。参与伫遮当然就是会当做动词来使用吼，我是讲做动词来使用。高一个参字，高一个参字，高一个参字嘛，就是有言的意思吼。有人参讲明年有大地动吼，这是迄个大字典的。大字典是台语大词典的简称啦吼，大家拢讲大字典吼，台语大词典。参字，高一参字就是有言吼，信有人参讲明年有大地动，我咧看即个日文版吼。咒参佫是另外一个意思，咒参是咒诅的意思吼。好。讲到遮来，讲到拄则讲这两段诗篇，伊嗲这两段拢是诗篇的参与就对啦吼。第二段咱搁读一遍吼，诗篇69章21节有讲，我爱要食，人用胆互我食，我真喙焦，人用醋互我啉，就是耶稣叫钉伫十字架时阵，下底迄罗马兵超工摕胆互食，因胆是苦的嘛吼，爱喙焦嘛，超工用迄个布用一支德国买了绑一块布挖一寡醋互啉，当然。伊毋知影是醋啦吼，一开始是看是淡的，当然当做是水但是实际上是醋吼。这是新约所记载，伊即只是超工去因迄个诗篇69章20节，我无注意，有兴趣家己去现吼。好，即几句话拢拄应验吼。诗篇69章20节所讲，人侮慢我，互我的心逼迫。即句。也敢有拄应验接着吼，拄好伫诗篇69章20节讲人侮慢我，互我心逼迫嘛吼。伊顶一段已经讲耶稣死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心逼迫吼。好，参考看下吼。咱我袂记咧唱，但是我定来I got 我甲芭比 make a moderator 今仔日袂少人呢。是。我本来咧想讲，是毋是爱介绍一粒迄个台语声调吼？芭比，你对台语配音你有了解无？你知影无？你会晓吼？你知影啥物？使好芭比高唱落去配声吼？迄伤歹读，我毋是安尼记诶。无就三倒看看，人会偏。我用受力，你用受力，弹迄个音，三倒看看，人会偏直啦。我安尼讲，就是要记这背声调，就安尼。要背声调要哪写会晓就晓，除了讲会晓讲的，佮会晓写吼。第一声是安怎记，第二声安怎记，第三声、第四声，
啊，第4声甲第8声是算入声音吼，要安怎分安尼？啊，我本来是讲要讲就无，啊，毋过我今仔无传就影啦，应该传一下资料吼，较方便。袂要紧，咱继续啦吼。你若毋知影无迄个8声的概念，袂要紧，反正你着倒我咧读的时阵，你倒我看吼。好。我会记得迄当阵我咧学西班牙语的时阵，老师，西班牙语其实伊的发音足简单的吼，就是最后一个声音调起来吼，什么妈妈咪呀吼，尾里的落尾算啊第2个啦吼，第2个声爱调起来吼，妈妈咪呀吼，即种讲法。啊，但是伊有时啊，伊的重音会无共，啊，伊会用去飘一下啊。但是你深学的人，你若知影讲倒一字重音无共啊，爱去撇一下安尼哦。啊，所以老师就讲袂要紧，你一开始学你拢免知影这个啊，自然以后你就会晓安尼吼。需要学着的时阵，自然就会晓。毋是自然会晓，需要学着的时阵就会教吼。啊，即满就是相款吼，逐个缀我读啊，以后我再搁找一个机会。教一下即个台语的8声调，要安怎分，要安怎记起来，要安怎写安尼吼。啊，变调，尤其是变调规则也会晓。爸比，你敢会晓变调？我敢也袂晓，我也袂到遐。哦，变调规则，好。变调规则就是以我泉州腔就是173-253，简单就是安尼讲，就是口诀吼。173-253，就是第1声变第7声，173啊，第7声变第3声。173-2啊，第3声变第2声，所以173-253安尼连落就对啦吼。啊，但是你背这无效嘛？其实就是，无效啊。背这无效啦，因为背这有效，就是讲你需要变，你袂晓变的时阵，你就甲背起来吼。啊，但是你就是定下你讲自然，你讲你就会。较食读，就是较食讲就会习惯啊。嘿，啊，而且上好是爱讲古一种腔口安尼啦，较袂乱去哈。因为泉州腔甲漳州腔的变调是方式是无共吼。泉州腔敢若是573-217的款。好，咱继续看咧吼。倒手边最后一段，耶稣的烦恼到遐大，到心逼迫，伊的烦恼的确毋是为着伊家己的罪。拢是为着世间人的罪，伊人民人到极吼，一定要互人得到救。OK， 这一个词吼，足台语口开的词吼，叫做一定吼，伊人民人到极吼，一定要互人得到救。你若要用华语去翻译，即个一定要互人得到救，就是我看嘛，华语要怎翻啊？一定，只为了要哦。你若要用华语翻就是安尼，只为了要哦。咱来查一下一定，第4声对，第4声。而且就是第8声，写第8声，一定第8声，但是为什么佫无啊？为什么大力电电啊，互我绕开错无？我找一下找台语。ITTOH 吼，一定哦，所以是后壁是轻声啦吼，所以爱安尼轻声，安尼嘛无第8声，
好，大你大词典爱用轻声去查查错误吼。IT 甲一调吼，伊甲调中爱用2个 hyphen 吼。啊，之前有讲过吼，2个 hyphen 就是后壁读轻声，头前读本调吼。安尼无声调的概念吼，安尼学起来真拍算。咱小停一下吼，我来讲一下变调吼，台语变调，看会当随找着教材无吼，歹势吼，若无我就台语的变调，这是 YouTube 嘛？哇，这安尼写安尼，大家看了都惊着。我来现一下我的。我的 Cloud 内底的资料看会找着吼，来势哦，尽量较紧诶。声调规则 ，POJ 基础教材，注音，白话字校订。我找着我较早编的教材啦吼，对，应该有讲着变调吼，声调、本调，好，我知影足侪人可能无方便看画面啦吼，即个。这是要安怎？这是8声调，我就无爱讲啊吼。8声调简单讲就是，安尼尔。但是我拄几步你可能无都记袂起来吼，所以有人就用一寡字来记啊吼。看是要使好把比搞像8只动物，还是讲有人用几句话？歹势，有人用完整的一句话，比如讲，三倒裤看人话鼻直吼，三倒裤看人话鼻直，安尼就是迄8声安尼。所以你着记讲，看要使好把鼻搞像还是三倒裤看人话鼻直吼，迄个8声调吼。要安怎写，因为无画面通讲，互你通晓的，所以我就不爱讲要安怎写吼。再来我讲变调吼，变调，好，然后看到画面的吼，只有一个图，我是感觉用这个图讲最方便的吼，所以我就拢用这个图来讲。有写将全2种腔口的变调方式吼，咱先看全球腔啦吼，我定来咧背吼，1730253， 1730253就是安尼吼，伊甲迄个先用一个 square 一个四角形吼，倒手边上顶头写1吼，倒手边下底写7吼，17过来就是算含即个时钟拄好倒边吼的方向吼，1732吼，4角倒。顶头倒手边写1吼，下底写7，正手边下底写3，顶头写2吼，1732。中写5，
所以离了就是过来就是跳对5中遮，5再搁3安尼吼，所以173、2、5、3，这就是泉州腔的变调方式。泉州腔呢是573-2-1-7吼，就拄则相款4角形吼，4个角是1732嘛吼，你若对即个差不多11点方向逆时针吼，就是含时针倒并的即个方向1732吼，中是5，但是漳州腔呢是对中开始讲起吼，573-2-1-7吼。就是第5声变第7声，第7声变第3声，第3声变第2声，第2声变第4声。等下再讲，等下有例啦吼。另外有入声音吼，入声就是4、8，一般好记是讲4变8，8变4啊。但是我听人讲，迄其实吼，你若真正准吼，你去真足听是有小可有差啦吼，毋是真正4变8， 8变4。但是你简单安尼记，就是讲低音要变悬音，悬音变低音安尼吼。遮佫有写一个 H， 这莫佫讲吼，反正就 PPK 就是4变8， 8变4吼，佫有4变2， 8变3吼，这免讲吼。简单讲就是悬音变低音，低音变悬音安尼吼，所以这变调规则。变调规则就是拄则讲的吼，漳州腔573-2-1-7，泉州腔173-2-5-3吼。我即只例毋是讲介拄好吼，我后来拢无爱用即种伤复杂的例吼。简单讲就是讲，台语内底吼，只要是高一字，当然你读本调吼。譬如讲，我用即摆用4字来有一个词来教吼。譬如讲，恭喜发财，恭就是本调吼，恭就是本调。台语只要是一个词变2字的吼，头前迄个字都爱变调吼，就是变本来是恭变恭喜吼，恭是第1声，恭喜恭是第7声吼，所以第1声变第7声吼，恭喜喜爱搁读本调吼，所以两个字的后壁就是读本调，3个字的头前嘛是拢变调，上尾字读本调，4个字头前拢变调，后壁读本调吼。人讲台语是全变调诶一种语言吼，全变调有2层意思啦吼。华语嘛有变调吼，你若小学时阵老师阮若较斟酌诶甲你教吼，有诶老师，阮较早阮老师算是诚优秀诶老师吼，伊是师范学校毕业诶吼，所以就甲阮教。譬如讲海水吼，华语海水吼，海水2个3声头前都爱变调，变做第2声，变做迄是的，我第2声，歹势，华语我袂记迄是第几声，第3声就变第2声，这是海水吼，海变海吼，这就是华语的变调。但是华语就干那安尼尔，变调足少的。我记敢若佫有另外一个例啦，我一时仔想袂起来，反正就是这安尼吼。第3声变第2声，这是上普遍的华语。但是台语就无共啊，台语是每一字只要你放伫头前，就拢爱变调吼。我拄则讲恭当读做后壁佫加一个喜吼，恭喜的时阵，恭就变调去吼。但是咧，譬如讲我举另外咧吼，台湾的台第5声吼，本调是第5声，台湾就变调去啊吼，你有发觉着无？台变台湾吼，台变台吼，这是阮的变调方式啦吼。173-2-5-3，阮是变做第3声嘛，所以变台湾。你若漳州腔下港人吼，伊就会573-2-1-7，所以就变第7声，就变台湾。阮是讲台湾，伊讲台湾吼，所以这是无共腔口的变化吼。有人讲台湾，有人讲台湾。南部人拢讲台湾，但是阮北部人讲台湾吼，第3声，所以头前都爱变调。我搁重复一遍，台语是全变调语言，所有2字以上的字头前拢爱变调。声音是不是？还是我的坏掉？
无听声哦。为什么无听声？真的没声音。阿宽，你敢听会到？有，我有听到你的声，但是你无听到我的声。就放掉一下。我看看哈。联系一下。我先问大家。有听到我无？哦，讲我 YT 我 YouTube 有声音，但是 Clubhouse 无声。好，安尼好，我出去再搁入来，但是出去入来。因为拄则有派去，拄则接受派去。好，我入。Hello，无听吼，无听，我来关房吼，歹势我关房啦，无要安怎 ？End room end。你有新的 credit card 号码了吗？没有，但是可以刷，我这几天刷都可以啊，你不行吗？可以啊。我只是就是我现在在弄要去看牙医的一些 form， 需要放一个号码下去，所以你的会一样吗？还会是？一样，你就用那个试试看，不行再说。晚一点，我现在在上课。我要安怎开一个新房呢？开一个，已经开起来。歹势，我无拄好开一个新房，但即个新房是到底有录音啊无？我毋知，敢若无呢。这无录音的。歹势。想讲，毋免安尼就出去，才搁入来，有当阵安尼就会使有声。安尼哦，所以我出去搁入来就会使。对啦。安尼哦，歹势。啊，看你敢若开久了，你就知影讲，你上无 set 另外一个朋友做 moderator， 你互伊摸吼。你要给他那个绿色小豆豆 moderator S。安尼时你若出去，伊就会使帮你顾房，伊就规人关起来呢。是哦，我拄则个关掉，我出去。结果你就关掉啊。歹势啦，袂要紧。但是即阵无录音呢。你若是你其实你也拍开就会使安尼。即阵敢袂使拍开？无法度啊，开起来就无法度。帮我 set 一个 moderator， 还是讲 Barbie 帮我 set moderator？ 我甲你设置。所以 Barbie 甲我就会使帮你斗相共的呢。好，我用好啊。但是我看袂到芭比呢，这即嘛是搁变啥吧？无啊，你刷一下画面就会使。啥物叫做刷一下画面？刷一下画面是安怎？滑一下，往手往下滑一下。好。嘿，伊就会重整的意思。无看到，袂要紧啦。但是我安尼，即个歹势，我煞袂记你名。KW。我本来想讲帮你把迄个replay 拍开吼，要不过应该是可能设定的时阵嘿，即摆。对，你当阵电开的时阵，一开始开的时阵就自带先设定讲，你要做你著有录音的房的呢。袂要紧啦吼，都无录音，咱就后尾再录嘛吼。因为我爱欠着大家时间啦吼。YouTube 有录啊吼。好，拄则变调吼，变调佫开始讲吼。台语是全变调语言吼，所有的字词只要是超过2字的，只要是2字以上的，头前拢爱变调吼。
不管你是头前一字、头前两字、头前三字，拢爱变调。后尾字读本调，保持本调吼。就敢若华语海水水嘛是本调，但是头前迄海就变调去。但是华语敢若即种情形会变调，台语是不管是啥物词，两字以上头前都变调吼，三字四字头前拢爱变调吼。啊，譬如讲我即马举例台吼是第五声是本调，但是读过台湾的时阵就变调去啊吼。南部人讲台湾，阮北部人讲南部人讲台湾，北部人讲台湾吼，所以是无共腔口。但是绝对是有拢有变调。啊，若三个字呢，台湾这两字拢爱变调去吼。譬如讲台湾人吼，本来是台湾或者是台湾，后壁加一人字就变成台湾人吼，所以你台湾两字拢变调去嘛吼。其实有变调，但是你若无注意听是听袂出来吼。我会当安尼讲，你若无学过台语，无学过台语的人吼，你一世人你讲话拢你变调，但是你拢毋知影。无人甲你讲，你拢毋知，一世人吼，拢毋知影。足侪人是已经入去观察吼，从来毋知影讲伊讲话时阵，每一句拢咧变调吼。啊，今仔日你知影吼，逐个是吼，即个叫条文都悉数可以吼，所以意思讲，你今仔日你已经迄个甲你开讲点眼啦吼，你会知影。啊，台湾人，所以台湾头前两字拢会变调吼，啊，著四字嘛相款吼，但我即摆是时啊找袂到啥物四字吼。台湾人民吼，台湾人台湾本来是台湾人嘛，啊，但是人后壁加一个民就人就爱变调，人民吼变台湾人民吼，所以头前拢变调。即个是台语的变调规则吼，啊变调就是讲我拄则讲的第五声变第七声吼，台湾变台湾吼，这是573年17啦，173年53就是变。第五声变第三声吼，啊，迄口诀就是你家己去背下，安尼就好啊。所以你若会晓讲台语人，其实你已经会晓变调啊，吼。所以你家己去印证，是毋是？你是讲我73年17还是173年53，你就知影讲你本身是讲漳州腔还是泉州腔的吼。好，安尼解说毋知有清楚无？爸比，你安尼听讲有清楚？有，会使。好，这就是变调吼啊，咱已经教过啊，所以我以后每一遍咱读的时阵，我拢会详细甲你讲啊，这是变调，这变调，这是第几声变第几声，第几变第几声啊。所以咱每一遍你讲着变调，我就开始复习吼。所以你毋免烦恼讲我背袂起来，或者是讲我袂晓吼。好，咱转来到即个文本遮讲一调吼，一调我拄则就是要甲你讲嘛，就是大理大词典伊收一调是后壁是轻声吼。轻声是另外一种发声的发音的规则啦，就是讲为着要强调头前迄字，所以我变成讲我头前迄字读本调无爱变调，啊后壁着爱读轻声，吼，这就是台语的轻声的读法，吼。比如讲拄则即马这一调，吼，我看我的教材内底有一寡例诚好，我即马测出来者，吼，比如讲。一般是陈先生对无吼，但是你又着要特别强调讲伊是姓陈的吼，所以是讲陈先生吼，后壁着拢轻声，所以陈甲先生中用两个海份隔开，两个海份隔开了，后壁着拢读轻声，头前读本调吼。陈先生本来是变调，陈先生本调是陈第五声嘛吼，陈先生变调去，但是一般人。会讲陈先生，就是特别尊重伊的姓，所以是讲陈先生吼。啊是讲有人讲哦，踮要互你气死吼，踮要互你气死，迄个气是重点吼，毋是死吼。所以是甲死发轻声，头前是本调，所以是气死吼。啊，人讲啉两杯吼，这是头前变调的读法嘛，啉两杯。但是呢，要强调讲迄个啉字吼，所以讲啉两杯吼，这就是轻声的迄种发音的方式吼。啊，讲你的我的，有你发现无？讲你讲我，你的我的时阵，拢头前拢是读本调，敢若迄个的轻声，所以为着要强调头前迄个你是你还是我安尼，你的还是我的吼，你的我的吼，就是拢用读轻声的方式吼。啊好啦吼，好啦就是好是
重点嘛，拉是轻声。啊，日时就是日是重点嘛，就是 daytime 是重点，是 day 是重点 ，time 是毋是重点嘛，所以 time 就读轻声，日时吼。啊，你若要一般正常是讲日时嘛吼，日时就是 daytime 嘛吼，日时，但是你讲日时吼。好 ，OK， 这就是轻声吼。啊，咱即摆讲即个一调就是轻声的读法，后壁是读轻声吼。调本来是悬音，但是即摆读调吼，一调一调一调是啥物？想要爱，大理大词典的解说是想要爱，叫做一调吼。望嘛是一调吼。啊，一调讲即个以后即个囝儿大汉会当即个成功出头天吼。一调囝儿安怎，即个望的意思吼。啊，想要爱就一调钱吼，一调钱你想要爱钱嘛，一调钱吼，一调钱只好遮尔艰苦的工课嘛，逐工去做吼，这就是一调的用法吼。想要爱，也是讲望，这大理大词典的解说啦吼。OK 啊，伫遮呢，伫咱这文本遮讲，伊人闽人告急吼，一定要互人得到救吼。啊，所以即只一定要互人得到救，你嘛会使讲望嘛，望要互人得到救吼。你嘛会使讲是想要爱，就是想要爱互人得到救吼。所以一调就是安尼读。啊，但是咱这文本写伊无用轻声啦吼，伊写一调要互人得到救啊，但是因为咱平常时讲口语的时阵，即个词会讲轻声较侪啦吼。我毋捌听，较罕咧听人讲无讲轻声吼。一调要安怎？一调要安怎吼？好，咱设一练遮大练去介绍声调，就是主要是以后希望讲咱以后每一遍讲到声调的时候，你拢会知影我咧讲啥吼。好，一调要互人得到救。咱即段咱搁对头开始读起吼。耶稣的烦恼到遐大，到心逼迫，伊的烦恼的确毋是为着伊家己的罪，拢是为着世间人的罪吼。伊怜悯人到极，到极就是到了极点吼，到极吼。一定要互人得到救吼，得到我上款是读轻声咯，因为无飘轻声，我实在是较无法度通，袂惯势无读轻声吼。好，咱继续读咧。所以，即个所以你吼，你要学变调一个上紧的方式，就是啥物呢？就是甲他音他字的音摕来做例啦吼。一个字，高一字，譬如讲红色的红吼，红，两个字红有发现无？就变调起来吼，头前已经变调起来，红，三个字红，啊，毋过即种变调无照规则的吼，红吼，红吼，头前两字拢无共拢变调去吼，啊，所以但是这红毋是照规则变的啦吼，这以后再佫讲吼。好，所以吼，即只所以嘛是第二声，意嘛是第二声吼。你若即嘛有现迄个现字起来看，现迄个字页起来看吼。我即嘛读到倒手边尾仔算起来第三逝遮吼，所以 SO-I 安尼吼，所甲意因拢是一撇安尼吼，所以表示是共第二声嘛。啊，但是所变调起来吼，所是第二声，1、3、2、5、3，所以2变5，这是阮的腔口啦吼，2变5，所以变读做所以。啊，若是南部人，5、7、3、2、1、7，就2变1吼，变所以，所以南部人会讲所以，但是阮会讲所以吼。所以临到即世间，我以后拢用泉州腔变啦吼，我无爱佫继续讲，因为讲两个嘛无效，你嘛是乱去吼。所以临到即世间，担当人的刑罚来赎人的罪吼。讲耶稣怜悯人到极，所以一定要互人得到救，所以伊家己
来担即个罪吼，担人咱人的原罪啦吼，来受即个刑罚吼，来赎咱人的罪。即拢是基督教教义啦吼，你毋信毋信在你啦吼，毋是毋要紧啦。好，以后不论什物人，若来倚靠伊，就会得到称作义吼。这是新约教派的教义因所教示的吼。因讲，就是因信称义吼，外语叫做因信称，就是因着信，所以来称作义吼。所以你看即句话，伊甲因信称义这四字，用即句话落长甲讲解释出来吼。我搁讲一遍吼，上尾倒七篇上尾一撮，以后不论什物人，若来倚靠伊，就是信，因为你信上帝嘛，就会得到称作义吼。因为你信耶稣，就会，所以你就会当得到称作义是啥物意思？称作义就是，因为你信上帝，所以你就是好人啦。吼，我用较浅白话来讲就是安尼。因为你信上帝，所以你就会当讲你是好人。因为你信上帝，所以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你就毋是罪人，你就是好，你就是无罪的人啦。吼，这就是因信称义。吼，好，来倚靠伊就会得到称作义、清气甲永远的福气。吼，清气就是圣洁啦。吼，伫台语伊用个较浅白话讲清气。吼，啊，甲永远的福气。吼。我进前伫咧开讲的时候，我讲我足爱人讲话是较浅白，用字较浅白，写文章较浅白，莫写甲内底文绉绉吼，就是内底调一寡有意思讲你外交拄外交吼，啊用啥物成语啥物，我成语其实上害就是成语。中华民国教育就是害死人，就是教即种物件吼。成语互你一个人的迄种。运用语言去写迄种活跳的迄种描写的种能力，完全退化去。吼，你无法度用你家己的话来描写一个情形，描写你的感情，表达你的感情。你敢若有法度用罐头摕起来开起来，大家哦，就是安尼意思，安尼大家食。中华民国害死人，对即个国文开始教起，就开始害死人啊！吼。以后再过来讲害啥物害死你啥物错？好，到遮好，即段读煞等于甲即整个伊即个即边即段是咧讲耶稣死的缘故吼。啊，伊用这做结论嘛吼，就是你若信耶稣，你就得到称作义吼，清气或者圣洁啦吼，圣洁是较好听的话啦吼，清气吼，甲永远的福气。其实我认为啥物用字足水吼，迄无效吼，就是你若字要水，就是用汉字看才会水吼。你若用罗马字看，逐字拢是26，台语无26个字母啦，敢若19个尔吼。看来看去拢19个字母，所以无啥物字叫做水的吼。清气和圣洁是相款意思，绝对毋是讲圣洁就是较水吼，无圣洁无较水，圣洁和清气是共意思尔吼。好，10:17哦，我今仔日哦，因为我甲声调的关系，佮拄则佮无拄好甲大家关房去，所以时间去甲大家浪费着吼。没要紧。啊，佮来是论大会论小学吼，论大会是啥物大会我毋知，可能是因即个教会基督教教会要开大会都伊会写一寡广告啊啥吼。10:18，我是想讲我要继续读落。我问一下好，恁本来就知影变调规则的有几个啊？我阁无看到芭比。我的声音只会有回音。好，即个 dealer，OK。OK，我是因为进前咧冲刺要考笔卷的时阵，好。人家
嘿，了知影，但是我还未到，我拄则是讲我知影迄个规则，但是我又我是感觉就是亲像爱较常讲爱实际运用。哦，所以你知影规则。就像你拄则讲背规则而已尔。哦，所以规则知影，但是无定咧用，毋知你讲啥。对啊。OK 好，啊，对，就是考决尔，1730535732117安尼，啊是变8变4安尼啦吼。啊，但是吼，佫有其他佫足幼路诶吼，我幼路我无爱讲，我嘛袂晓讲啦，我迄无重要啦，你会晓念就好啊啦吼。啊，你若当然迄是足重要啦，因为你若袂晓，你得家己知影迄个规则来变吼。因为吼，即嘛人吼，我简单讲就是即嘛人号名足拗号诶吼，汉字拢好到足水气诶吼。啊，但是咧，台语袂晓念，所以都逐个拢用华语念吼。所以即嘛有人名逐个拢念华语，有啥物？因为伊袂晓念台语嘛，迄字汉字伊袂晓台语发音嘛，伊也袂晓讲去现迄个简字典还是台语大词典，还是讲即嘛网络顶线顶直接测吼，伊袂晓嘛，所以每一个人名拢变成华语。当你失去你的名，其实已经失去足侪啊吼。啊，我拄则要讲就是讲，你若袂晓变调规则，其实你初初看到一个词吼，你就会读毋着去吼。譬如讲网络，即新的讲起来是新词啦吼，对足侪人是新词啦吼。网络、网路吼，台语你会晓读知影一个是网，一个是路，但是要变调袂晓变，你知影？啊，就有人都学袂变啦吼。啊，学袂变，就一个传一个，都传到即满换电啊！我定定听着人安尼读毋着，我读甲我耳孔就足插个就对啦，因为一听着就毋对啊，就是感觉足插个安尼。啊，因为你袂晓迄个变调规则，所以你拄着是个新的词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当用台语甲讲出迄个正确迄种声调出来吼。所以有啥物讲变调规则，你原来是爱晓，无拄着新的词的时阵，你就无迄个参考的。无法度通发会出来。当然你若知影，当然有一寡迄个 trick 啦，小可一寡美角你若会晓嘛是有法度啦吼。比如讲拄则讲网，一个是网啊，一个是路啊，网甲路甲我内面若变调，你袂晓变的，你想看嘛？网佫有啥物字？希望的望，希望的望啊，若希望的望放伫头前面若变调吼。当然望希望的望你无法度啦吼。做梦的梦总会晓吧吼。做梦的梦啊，就是梦啊，若要变调，比如讲梦想，啊，相款你着梦想，但是啊梦路，安尼着变过啊嘛吼。我手机啊，咁要无电，剩10%小，等我摕一下。我无搁继续念嘛吼，咧迄论坛会，咱明仔载还是后一撮再开始吼。啊，剩8分钟，恁。拄则安尼教，毋知有效无？还是今仔日学着有啥物问题无？我觉得应该的就是回音有回音一下。你有 echo 就对啦，吼。我拢会对，即阵无啊？我是觉得那个啦。又有有回，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就是有点兴趣，因为阿宽在教的时阵就趣味的。你讲教声调哟？迄是我的目的啦，因为原本我有甲因讲你是对我真好啊，为着我要开这个房啊，但是我我着安尼开一届了后，我就感觉这个房实在足侪优点，互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所以讲我就一直宣传啊，叫因来。啊，伊拢对我嘛足好，拢来无共个时间啊，熟悉的朋友，而且大家会来这个房间嘛，一定就是对母语这件代志有重视嘛，在心中有小可重视，对无？对安尼。我觉得对，我觉得是很棒。那阿宽，我是想讲你。回了，因为你在教的时阵，我当然有觉得我这个人来讲，我是觉得我的想法就是诱发兴趣很重要嘛，因为现在就是要让大家就是可以再衔接起来，兴趣是一个起点，
嘿，有觉得趣味，然后就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就会沉浸进去。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就是会一直投入下去，这样很好玩啊。越看就会越找到很多资料，各种资料，感觉真新鲜安尼对，那人讲大家，因为阿关是真正是，他以前都会一直说他就无赢的啊那样，但是后来就讲，我就觉得他很热情啊，基本上已经现在就简直是每天的早上，就台湾时间的早时9点半拢会，1点钟安尼来。教阮这，因为就是咧透过伊是方名拢有写嘛，白话字文汉拢有写讲是教会公布，教会公布是一件代志，但是恁参与几届的人就知影讲阿宽咧读的时阵，伊若甲阮共款，咱敢若做伙安尼看伊的直播，安尼做伙安尼哪看迄认得迄白话字，而且佫看到伊是安怎。找迄字点，安怎去就是一起在，他就是好同步哦。然后他怎么去思考的，他怎么去，我甚至我觉得最开始我对于陶家波安尼学到阿宽是安怎查水资料的安尼，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对，什么都是学习。真都是阿宽。无客气，大家学习啦，大家斗阵来成长啦吼。我现词典就表示我袂晓嘛，所以我嘛爱学吼。我即摆咧现迄个，我讲迄个德鲁古诶泰鲁格语的迄段影片，我找无，歹势找无。我本来想放互恁听，吼，就是每一种语言其实拢有优美的所在吼。每一种语言拢有伊的价值，每一种语言拢是你看即个世界的方式，每一个语言拢无共吼。当你学晓一种语言的时阵，等于你学一种价值观，学着一种世界观吼。你看整个世界迄个眼光完全都是无共吼。台语看即个世界和华语看即个世界其实是无共的吼。当然即马讲可能你无理解啦，以后愈学你就会愈深，你就愈理解着讲我对即句话啥物意思。啊，所以一个语言的消息是全人类的损失。因为咱失去一种看即个世界的方式，吼，倒掠去目睭啦，倒掠啊，德鲁古伊种发音的方式，吼，因个书写的方式，拢和台语完全无共，吼，规则嘛无共，吼，文化嘛无共啊，所以每一种语言，我一直强调就是讲，莫去轻看任何一种语言啦，吼，啊10:26吼，剩4分钟。我变调讲煞，今仔日到遮啦吼。我尽量逐工抽1点钟出来读啦吼。啊，若无闲，就可能会甲大家小请一下假吼。我看卖啊，好。虽然时间还未到，但是咱着到遮拄好一个坎站啦吼。明仔载再佫规站再佫来吼。啊，多谢大家捧场吼。明仔载是拜3嘛吼。我遮拜3，台湾拜4，应该会使吼。好，咱我等下再佫另外开，咱明仔载再佫继续来读。感谢各位，祝大家今仔日拢有丰富的一天吼。好，多谢阿宽，多谢大家。明仔载嘛是台湾时间9点半，早时9点半。是，好。好。啊，毋茫大家搁来参与，今仔日真正足侪人啊，拢都大咖啦，请多谢，明仔交友广阔。好，再会。